歡迎收睇一節風暴消息。1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，表示一個熱帶船喺香港約800公里範圍內可能影響本港。喺下午11點，位於呂宋附近嘅熱帶低氣壓集結香港之東南偏東約740公里，即喺北緯18.6度、東經120.1度附近，約略向西北移動，時速約18公里，橫過南海東北部。打開大船路徑圖，熱帶低氣壓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55公里。該熱帶船會喺星期四及星期五橫過南海東北部並逐漸增強。該熱帶船嘅環流較為細小，並會喺星期四早上與香港保持超過400公里距離。1號戒備信號會喺星期四中午前維持。按照現時預測，該熱帶船會喺星期五靠近廣東東部沿岸，屆時將受東北季候風影響，而轉向偏西方向移動，移近珠江口一帶，但登陸位置及強度存在變數。天文台會視乎該熱帶船嘅強度、其強風區與本港嘅距離及本地風力變化，評估是否需要喺星期四稍後至星期五改發更高熱帶船警告信號。預料本港星期四天氣仍然酷熱，星期五稍後驟雨增多，風勢逐漸增強。周末期間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，雨勢有時較大，海有湧浪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，早上最低氣溫約28度，期間部分時間陽光及酷熱，市區最高氣溫約34度，新界再高1-2度。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，吹和緩東至東北風。展望星期五稍後驟雨增多，風勢逐漸增強。周末期間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，雨勢有時較大，海有湧浪。下周初天氣短暫好轉，下周中期天氣顯著轉壞。今節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歡迎收睇一節風暴消息。3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，預料本港平均風速為每小時41至62公里。喺上午11點，強烈帶風暴米娜集結香港以東約140公里，即係喺北緯22.4度、東經115.5度附近，約略向西北移動，時速10幾公里，移向廣東東部沿岸。睇下大船路徑圖，米娜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90公里。喺過去數小時，米娜繼續穩定地橫過南海北部，靠近廣東東部沿岸。預料受與米娜相關嘅強風區影響，本港風勢將會逐漸增強。3號強風信號會喺今日間大部分時間維持。按照現時預測，米娜會喺今日黃昏前後登陸廣東東部沿岸，同時亦受東北季候風影響，而轉向偏西方向移動，移近珠江口一帶，但逐漸減弱，喺本港以北100公里左右掠過。天文台會視乎米娜屆時嘅減弱程度、其烈風區與本港嘅距離及本地風力變化，評估是否需要喺今晚改發更高熱帶船警告信號。受米娜嘅外圍雨帶影響，本港今日驟雨逐漸增多及有狂風，明日雨勢有時頗大，海有大浪及湧浪，請沿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預測吹強風程度北至西北風，大致多雲，有幾陣狂風驟雨及雷暴，驟雨逐漸增多，海有大浪及湧浪。展望明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，雨勢有時頗大，海有大浪及湧浪。星期日風勢減弱，但仍有驟雨。下周初天色短暫好轉及酷熱，中期天氣顯著轉壞。今節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